6月2日是国际反毒日咯。联合国发布2023年世界毒品报告，指出讲2021年全球有超过2亿9600万人使用毒品，比顶10档增加2成3。另外，伫缅甸毁掉一批价值超过4亿4600万美金的毒品，算是反毒的决心。伫泰国嘛推广一个戒毒的计划，宣导检验艾滋，甲对已经戒毒者的反歧视的运动。官员7月7日销毁价值超过4.46亿美金的毒品。联合国专家警告，缅甸的鸦片、海洛因加俗称冰毒的甲醛安非他命产量增加，出口可能扩大到南亚加东南亚。另外，2年外前军事政变了后，毒品产量也有增加。缅甸是毒品生产大国，主要甲数十年来武装冲突造成政治经济不安全有关系。其中，冰毒的制造甲出口是全球主要。鸦片加海洛因的制造只属阿富汗是全球第2大。We cooperate with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nd who actually are willing to do more to support the de facto authorities in drug rehabilitation. 6月2日是国际反毒日，联合国发布2023世界毒品报告，指出2021年全球注毒品的人估计是1320万人，比进前估计的悬出18%，有超过2.96亿人使用毒品，比顶一个10年增加23%，药物滥用人数提升到3950万，比顶一个10年增加45%。农力向全球示警，非法毒品供应甲愈来愈事件的卖毒网络动力发展，造成全球规矩对卫生服务甲执法对策是重大挑战。不过，只有1/5目毒的相关疾病患者接受药物治疗。伫泰国联合国毒品甲犯罪问题办公室所支持的一项计划上路的时阵，希望成效扩大。We would like to let our friend know by presenting from our react and our work to make sure that they know that they still have the choice. 这个组织希望防止食毒对健康甲社会造成影响，提供包括检讨方案、艾滋检测甲预防的宣导。另外，有对戒毒成功的人提供保护甲推行反歧视运动。广西新闻黄伟玲编译。